女人要靠男人生活，真係廢話。我原心今日就要話俾大家聽，女人唔需要男人加埋一齊變一個球體，我哋女人本身就已經可以創造一個世界。好波啊！入晒啊！有邊一個想問問題啊？全場揾一位男士，不如就你啊！又話唔使出去嘅，我無辜㗎。你頭先話單靠女人咧就可以創造世界，咁係咪表示啲男人死晒都 OK 咧？理論上可以咁樣講㗎。咁人類咪唔使100年咪絕種？哇！咁到時就冇人用膠袋，哇！咪好環保？或者到時女人可以發展到單性繁殖呢？好多低等嘅生物都可以單性嘅繁殖嘅，即係原來人類進化咗咁多年，就係為咗做翻低等嘅生物。男人一講到繁殖咧就好敏感，思想唔好咁狹窄。你係驚女人獨立，因為你男人驚享受唔到你男人嘅特權，而用傷害女人呢個方法去鞏固自己嘅權利。傷害。香生，你可唔可以發誓你從來冇 hurt 過任何一個女人啊？冇錯，一個男人點都會 hurt 過1、2個女人，但係作為一個女人，一世都未俾男人 hurt 過，咁就係真正嘅 hurt。你呢世 hurt 咗未？